美軍林肯號航空母艦因應伊朗戰事喺中東嘅部署超出原定時間，期間傳出有水兵試圖跳海輕生。民主黨參議員話，艦上出現物資短缺、食水污染、海軍人員精神健康惡化等嘅問題，要求國防部交代，並且派跨黨派代表團登艦視察。美軍林肯號航空母艦舊年11月起一直部署喺海外，至今已經超過8個月，期間參與美軍對伊朗嘅軍事行動，並且連續超過200日冇停靠港口。呢艘航空母艦原本預計喺今年5月結束任務，但係之後延長部署，目前仍然未公布返航日期。The point I would make is that optimal, what we call operational tempo and cruise tempo for an aircraft carrier is about a 6 or 7, maybe 8-month deployment. We try to keep them in that cycle. 至少3名美國官員向 CNN 證實，林肯號一名水兵今個月初墮海，並且1個鐘頭之內獲救。星條旗報同埋海軍時報引述水兵家屬報道，近月艦上有幾名水兵曾經試圖跳海。不過海軍表示冇發現艦上有自殺念頭或者自殺未遂事件增加。官員話內部記錄顯示相關報告近月反而減少。康乃狄克州民主黨參議員布魯門薩爾去信國防部長克格塞斯同埋代理海軍部長高雄表示關注，話艦上出現水兵精神健康惡化、基本物資短缺、食水污染同埋甲板安全問題。此外，航母嘅郵政系統混亂，大量寄俾水兵嘅包裹喺運送途中遺失幾個月。What's happening now aboard Abraham Lincoln is something which we try to avoid for a lot of reasons that have to do with effectiveness and maintenance purposes, and also recycling it for a follow-on deployment sometime after a stand-down period. It's tough. It's very difficult. 亞利桑那州民主黨參議員加勒戈就要求派跨黨派代表團登上林肯號視察，調查艦上海軍嘅工作同埋生活環境。CNN 引述美國官員表示，另一艘航空母艦喬治華盛頓號正按照原定計劃前往中東接替林肯號。